观众朋友，今日过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其实台湾的政府开始在开放啊，民营的焗酒的工厂以后，都发现讲，其实喺台湾的民间地方有几多开始我这个焗酒的一个工厂。啊，一个工厂地方呢，有的人喺做秘鲁啦，有的人喺焗无共样的酒。今日我哋有请到来宾，其实一路喺一个焗酒的一个专业的人士，喺来自我哋台东的刘明福哥，伊这个本身喺焗酒，但是也买嘅我哋刘凤文，伊这个都专门做我哋酒厂的一啲行销的部分，伊哋量子也喏都开始睇我哋台东慢慢的把伊哋焗嘅酒就卖出去，同时嘛得到几多奖哦。啊，伊哋焗嘅酒有伊哋個特別的地方，你講伊哋會用台灣原生的植物來焗酒。不用用酒的味道去記得我哋台灣土地的味道。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明福哥嚟開場。明福哥你好，主持人好，我客家電視台福起來的觀眾大家好。因為明福哥哈，你這個我哋頭一開始講而家喺台東嘛哈，以前喺哪邊嘅行業啊？我係行嘅人高雄市美濃區美濃人。你美濃嗰邊係你幾時都可以台東咯？我喺台東吼，因為我自結中畢業之後，我就去高雄，去台北，台北讀高職吧吼，高職畢業之後就跟外國吼，天數做水田啦，水田做咗之後，我就去做餅咧，做餅出來之後就去外國業做，我去台北市。做我水廠吼，即個水廠嘅工作吼，做嘅之後，因為我睇過，差唔多自89年之後就自台東起貨嘅啦，起貨嘅我睇過就喺外國來那邊嘅管理這種嘅起貨嘅事情啦，我就過來嘅，係。咁人哋看到其實佢差唔多民國86年，其實喺唔過是喺台灣東片西片咯。其實起步嘅一件事情，係啲我講鬼好勝利啊！按這個有個水田，這個嚟講其實如吃下做下嘢都好啊。然後會開始做焗酒嘅工作咯。因為真係泰國只天數只嘅，我最後就講主持人講嘅吼，只係木嘅鬼好賣，我就開始就跟朋友。大家合夥吼來起貨嘅，是兩三廠之後嘅吼，因為最後一廠啲貨嘅賣唔出去，賣唔出去就轉過事業，轉過事業之後就相同，因為喺台北有做過自來水嘅事業嘛吼，我就嚟提示。其實事業水廠事業出去表洗頭，表咗2年，就做磨桑啦，做磨筍啦，做磨筍之後就朋友講，而家就做燒烤這種嘅偏檔啦，我就是學嘅之後，我就做2年過之後就有個朋友是相對路嘅朋友講。伊喺做酒咪吼，做酒伊講吼，那下吼開始有民營嘅酒廠啦，我又向那某一天有另外一個事業要開始啦，我就開始講好，伊就經營就種焗酒嘅機器咪吼，伊經營焗酒嘅機器，我就給買咗一台，買一台就開始伊就講我講，那啲米按怎洗按怎煮。煮之後安怎冰安尼咧，它的麴它的酵母啦吼，搞好誒，搞完一次誒，我就一個做，做以後之後TP做出來，伊來看我焗酒好之後，伊講我酒比做誒個上個甜安尼啦，伊安尼講之後，我就有一個神奇講我就要繼續來做，某一天吼，那啲就可以走出寬宏大道吼，安尼啦，我就開始焗之後就伊個酵母行喺高雄買嘅啦吼，我就高雄買之後，後擺我去出隻嘅買酵母咩，伊就講幾次過之後講，來做紅酒啦、葡萄酒啦。
俺来哈又做葡萄酒，来葡萄酒吼，俺做改好啉，吼，唔像喺度做看下身啊，俺讲咩讲好，吼，俺就卖一桶25公斤的原汁啊，吼，葡萄园原汁安尼啦，做下咧，又分朋友即条，他个试啉看啦，伊讲来改好啉，吼，搁添一食安尼啦。之后我就开始有这种的sen思吼，我讲安尼某一天来咧红酒吼，有冰米酒吼，过好穿安尼啦，我就开始就买太桶的，吼太桶，伊一桶275公斤的，本来25公斤，吼变275公斤，之后卖只我讲，我做爱买来的，吼我就请朋友啦，请朋友讲。莫唔讲诶，试啉好只唔就甲介绍一下啦，吼，就安尼经过，然后3-5年过只诶吼，啊他家吼，啊个就乱买诶啦，又买爱红酒，那就做一桶就唔拿白安尼啦吼，发一桶就唔拿白，我就多买2桶安尼，就开始做，啊做只诶，我这种诶，我因为我就。拄到一个闺女啦吼，然后拄到一个闺女就像伊像有啦吼，有重复啦吼。伊讲有兄，安尼做吼，就无牌吼，唔安尼做就淡淡的啦，不如吼，工业去吼来神像吼，神像一个招牌安尼啦。我讲啊无钱呢，伊讲唔怕，伊这钱吼，伊来出技术安尼。俺两个人合股安尼，吼，所以俺就请中心路啦，中心路3团那工厂吼，629105号店，俺从一间60平的工厂吼开始做，吼，俺做价位差不多，伊投资差不多基本东西差不多200万安尼开始啦吼，一个小工厂，安尼俺就开始做，啊做价位就开始。因为有工厂诶，神像牌诶，那它可以，伊来自市场可以打过快，吼，啊打过快，因为咱推动诶人口无多啊，吼，啊过来之后就走西部，吼，我这朋友伊就走西部，因为那啲东西吼，像无广告啦，啊无广告它甲唔低。吼，你讲无广告就死局的咩？吼，有广告他个就低咩？只要爱推广出去哦，怪困难，怪困难安尼啦。因为资本就没过太咩吼，啊，最后只要就芳心不负苦心人呐，啊就寻到有一位朋友吼，伊讲啊甲伊介绍啦吼。啊，介绍之后就介绍有台湾行诶攀竹诶啦，西部攀竹伊一个有安尼咧传甜诶吼，就以攀竹就开始就上岸诶红酒出去安尼，就开始慢慢诶对屏东、高雄、台南吼，啊到台中安尼，慢慢诶市场就失败就打开诶啦，啊打开之后就过诶2年，之后安尼差不多自97年开始吼，啊到18年之后就跌到谷底，跌到谷底，啊就。怎么我跌到谷底？之后吼有台湾传听吼，安尼杀个传听吼，有台湾，因为市场就安尼，市场下摆，有台业务吼，跟我讲诶，另外一家跟我讲诶业务，伊就加码嘅经销一多，我就可以招太唔去出个油，伊搞了咩吼，啊安尼就无啊，安尼啊，啊就安尼开始就又跌到谷底2年啦，啊之后吼就因为资本无太咩，啊滞销，啊东西做诶啊空啊重复方，吼安尼就那种诶资金吼。就周转吼就过困难安尼啦，啊最后才会就讲无安尼，咱就再出发一次，看是安尼啦，就再经过在1803年才会吼，市场就慢慢就打开的安尼，打开之后我就开始说，因为红酒，红酒就这
过市场已经过多的啦，由于进口的吼，进口的过多，俺台湾人吼就过爱来崇洋的吼，伊讲啊，来行个来意大利的，来马个吼，安尼，伊呢就过爱买这种的，俺就在想讲，因为那市场凤州的市场就按多年占据的嘛，俺就发展，俺推动吼乡土的东西，吼像小米，吼还有赤虫，吼还有香兰，吼还有薄荷，吼那都，因为俺推动的特色酒，吼就那个草本植物，吼因为令其他地方吼有得冇啦，吼推动咱有的啦。对，佢等于讲用我哋台灣這個特色，推動這個特色，就同我哋另外一個酒嚟比較出來。可是其實吼，頭先我哋故事裡邊都發現到講，我哋嘅民福國對開始嘅幾多工作，對於開始嘅水天宮啦，後來團隊也要個去希望嘅啦，後來開變同店啦，後來去推廣去局就最慢去做鳳酒，但是發現講鳳酒也塊市場地位其實冇辦法好做，但是我哋民福國有上進嘅無共嘅方法無？有時下對下我哋話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台東嘅民福國，而同人哋講一生然後做嗰度事情最慢，開始嚟做腳酒，其實腳出啲要台灣台東方面嘅酒。民福國頭先聽講，通常講最慢時間講我哋台東有乜嘅熱蟲啦、刺蟲啦，嚇，還有香蘭啦，還有撲火。我問咯，一係咪因為即係以前有睇我哋嘅學過中醫嘅學徒有關係啊？有失敗啦，因為這個中醫咩有對那個草本植物這條吼，有失敗去研究啦，安尼啦。我就想講，因為那條植物吼對俺的身體吼幫助吼，我就想講有幫助的，有在地的特色植物吼，我就可以整個吼去研究啦。然後呢講。結那啲酒吼出來之後，有啉嘅之後，有對人嘅身體吼有些幫助嘅啦吼，我就可以講一舉兩得嘛吼，所以之後我就講，那啲刺蟲，吼刺蟲全部就熱嘛，伊嘅上面可以上，吼，俺台東嘅原住民吼，伊這種嘅就上來改救之後，因咧羅祖先就用肉這條，吼，用黃嘅，吼黃嘅就香味嘛，黃嘅刺蟲下之後就香味就冇嘅。我講安尼，我腳那啲吼刺蟲酒吼，對身體幫助，天對煮師傅教嘅肉也是黃嘅，吼可以加香，就加粉，我可以做來啲吼，應該會有個發展啦，吼，嗱行嘅刺蟲安尼啦。因為其實吼，我哋講我哋熱蟲啦，或者我哋刺蟲啦，吼，伊本來都伊的營養價是幾高嘅一個食物啦。所到因為我想講你這個以前喺個中醫嘅地方有我哋講有學識過，係咪意味講，比如講我哋中醫講好泡酒咩，某個東西拿去泡酒，咁按好東西拿去泡酒燉，按好東西拿去焗酒，吼，其實情形嘛係差唔多啦。但是我感覺到講，因為吼，頭先你這個開始講，這個係聽推廣焗酒嘛，吼焗酒嗰時就有啲焗酒機嘛。後來人家本講，跟係咪學做葡萄酒，吼。但是問題係葡萄酒吼，啲原料剛好拿到，吼，因為種葡萄嗰度嘛，葡萄本來結烘嘅時候，如果一桶葡萄汁，糖分嘛過多，嗰時候而家咧我哋講發酵過程太緊要啲。但是佢一直搞唔清楚講，譬如講我哋咧蟲好嘅嚇，刺蟲冇得講撲火。伊本來都壓嘅呀，壓嘅糖分冇按到，要用焗酒。哦，我哋咧草本植物吼，冇水果吼，伊嘅單糖吼冇高啦吼，尤其刺蟲吼，伊根本就冇嘛嘅甜又甘嘛吼，所以吼我哋愛加糖，
加糖下去，加糖下去就比如发糕，比发糕这样的就等于讲，俺的基本吼就是糖，伊的糖安是一凸啦，用糖折射器去量你是一凸，水果面是讲相同你是一凸，你是一凸是它伊的本酵母是一度转换乙醇加位，差不多一加位就可以你去焗酒的糖的地步焗出来，焗出来行个白酒，焗溜出来行个白酒，溜出来白酒加位，因为俺溜酒俺没只有一次，第一次加位以这种的香臭味比过重一些，清香的味唔免莫按多啦第一次加位俺再改。整溜过天一百，天一百加位香臭味就减少的，伊个清香的味又提高的，所以咱咧吃中酒，俺全部有6、2次，所以以这种的本身冇乜嘅糖，就爱加糖下去。唱出啊，你用人推动人才咧，譬如到人哋從啦冇得撲火吧，咁而家啲農作嘅問題會影響到人焗酒冇？那人爱就上多啦，所以爱吃种。你这个种，这个种原料都最保险。系啦，种家的我看上后家的有乜嘅有人种乜嘅农作物嘛即爱家离开过严啊咧，安尼咱就保险嘛，过来家的，俺咧吃虫家的我出那咧。出山家位，卖家位，一天爱去 SGS 爱检验过，检验2种，一种行诶，以这种诶300人做呢，有脱毛脱，这下来家真是毛脱，过来你就检查，那咧吃虫酒里边，你的甲醇，乙醇，还有铅，那个二氧化硫，只要合标准，安尼那其就能做得卖安尼啦。咁你这个公司喺工厂喺推动师地位嘛？咁人们农场喺哪咯？农场就隔差不多，俺这是凤梨啦，凤梨就是俺那行嘅就凤龙梨啦，俺种嘅行嘅就凤梨枝，差不多。隔差不多5、6公里啦，5、6公里之。因為而家推動是嗰種嘢去老了嘅地方，因為他個人講好山好水啊，空氣又好，水又好，嗰個睇佢種出來嘅嗰種植物其實也要講，也要品質啦，還有也要嗰種香味啦，應該嘛係同人哋食譜冇共樣吼。最重嘅來吃蟲普通一般我種那種嘅吃蟲，還有那條植物嘅一天去研究，研究嘅人，然後去種。普通一般綠卡種嘅即種盆嘅種嘅，種好搞嘅啦。係啊，即就冇相同。係種家嘅就是說，我愛採樹，來鋪分，伊差唔多是。上嘅1球嘅，俺能可以採樹來焗酒安尼啦。也要嗰種味道啦，嗰種風味能最強嘅時間，係啊。咁基本嘢係咪有帶到人嘅我哋講吃蟲酒來啊？有。你哪關啊？哪關嗬，可能嗰種佢拍槍嘅嗬。係，一樣係拍酒。哦，呢種拍酒，整溜過200嘅拍酒。係啊係啊。咁也要嘅酒件嘅濃度有個啊？38度。38度。算是過嘅一啲酒精濃度咧吼。係啊。咁喺我哋講，其實我哋現場有按到嘅一個醬倉啦吼，所以啊醬倉係本乜嘅呀？那啲醬倉行嘅我哋世界四大美食之一啦米其林面也4大美食嘅之一，那啲 AA 美食4大美食嘅之一啦我哋就松西比呢。呢邊評論啦，品酒比賽啦，但係比賽以其中一行嘅發源地行嘅是荷蘭，在荷蘭伊俺那裡就寄啊荷蘭去，這邊呢是
评比啦，评比俺咧吃虫吼，来给吃虫行咧2星，伊人伊扮演的医生，嘿对，伊就1星、2星，最高行咧3星啦，俺来给行咧2星，安尼啦。佮几3星咧，迄嘛啦？3星咧吼，行咧俺咧桑葚酒，盐酸咧，盐酸的酒啦。盐酸的酒吼，因为伊咧每节吼，伊咧每节就利头酒，伊咧过利头酒，利头酒过甜，过甜之后，俺吃中酒过去之后吼，伊就感觉讲，那个东西吼，又个特别，又个特别，咱本来2星奖啦吼，俺咧盐酸的酒吼，跟那利头酒会差不多啦。伊个口味吼，就无毒啦吼，无添加物啦吼，所以俺咧盐酸的酒吼，行个3星最高的啦。所以嗰时等于讲，也比赛真的还是要看外国人这个的口味呢吼。像头都讲的，俺哋讲的刺葱那种，伊这个可能因为也味道贵强哦，但是。每的习惯的米头伊都差不多本的量身，但是俺哋讲盐酸的推荐，这个本身俺哋讲利口酒其实米头都贵强嘛，但是冇按甜，但是也有的贵，因为盐酸的一定不会食啦，外国人不会食盐酸的，可是一定太有啲起码嘅东西，可是变成讲按你焗出来酒一定要熟悉，可是如果第个咁如果伊在3色，佢隔壁嗰度。隔壁行嘅桂花酒，种系意思感觉讲，像桂花安尼细细一类，桂香冇唔错，但是问题伊又冇果胶，又冇吃好嚟唔会甜，咁样用去焗桂花酒。俺那种俺桂花吼，行嘅南头吼，水梨吼，水梨嘅这种嘅专门种桂花，吼，伊能过辛苦，伊能行嘅秋天吼，秋天。树啊多冬天啦吼，俺就买伊用机人通的过来啦吼，那个桂花吼，伊个送的就唔同主持人讲的，伊这种就无甜，就按细润，因为桂花吼，用酵母吼去甲焗加的，伊个香味吼，我做下，我做下了就太可惜。所以我就想讲吼，我用基酒，用糖吼去结咧基酒吼，用泡下来，泡下来吼，伊个米丝吼，我是酒底杯，吼米丝伊个上度、甜度，有时把甜度、甘度我是酒底杯，伊个盐味吼可以保存吼差不多80%以上啦。可是等于讲，你用一种方法，要把牙的嗰种香味全部是保留下来。好，因为其实做同人讲嘅桂花真係都冇，即本身都冇乜嘅糖分嘛。可是你真係冇辦法焗出嚟，即個本地冇辦法焗出。可是你用焗就好用泡去，把牙啲香味去保留下來。可是創業嘅桂花酒有得種，桂花酒得到2星。2星，係啊，因為其實桂花酒算是我哋東方過推背為的酒，因為其實外國人唔會用桂花酒。其實焗酒嘅事情他講人如何做，佢可以同我哋咧北河北美啊，都可能會這個時代下去焗一壇酒，但是有的人話講，其實個桂花酒唔好做呢。其實因為個桂花一方面唔可以食，因為食佢香味都冇嘅。可是頭到我哋咧民福國同人講，焗桂花酒一樣焗個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就推動嘅民福果同埋小姐講，也要啲葱啦，也要鹽酸的啦，係桂花酒。其實而家呢啲酒啊，係用到我哋推動代替呢啲貴重嘅資源。因為我哋咧海洋深層水嘛，我哋海洋貴深層嘅水，啊，做乜我想我用幾種東西來焗酒呢？海洋深層水哈，伊嘅微量元素過多，對俺身體哦有個幫助。我想對俺身體有幫助，俺就加入俺哋紅酒酒底杯，安尼俺就啉下之後就一個他個
对身体过好的东西，对身体过好啊，所以我就上到来点，就跟那个实质中心因呢就我台东的米河咧因呢有一个实验所，因为有厝嘛厝海洋生成水，啊，所以我就来买，啊买来脚家的就开始脚防酒。你也记嘛因为上面规写得清楚 ，Deep Sea 然后我哋海洋深层水，咁而用方嚟同一般的水，菊方嚟酒，那個菊酒嗰場地方有無香嘅地方冇？菊酒就像加下去嘅啦啊啉跟一般冇加海洋深層水嘅紅酒伊要加嘅銀啉家嘅個潤和。個潤和，啉那只就加分，都幾好啉。他講幾好啉安尼。真係都水質無香嘅話嗰個酒都無香嘅係啊。因為你講其實現場有因內啲全部用我哋嘅海洋深層水去做嘛你咪同你觀眾朋友紹介講，因內啲酒係乜嘅呀？俺呢ที่ที่上面有啲包嘅呀，有包嘅行嘅薑酒，薑酒俺呢薑酒行嘅離地種植，普通一般嘅薑全部就種喺天下，因為天下就過度蟲嘅這條，昆這條，所以愛撒農藥撒過高，所以俺呢薑全部用不織布兩冊嘅不織布俺全部。種喺地底去，種喺地底伊有個好處啦。假如是你睇有感染到你睇嘅奶就該拿走。所以伊唔是噴農藥，所以我就用薑來做薑酒，做薑酒就再加我哋海洋深水水，伊嘅微量元素較多，安尼去薑對我哋身體。幾好，因為伊會別那啲濕氣出來，安尼，那啲安尼薑酒。係，而且像嗰啲東西等於講同我哋當初中醫嘅理論係有結合嘅啦，係。咁天醫咯，我哋天醫行嘅這種嘅湘南湘南其實喺我哋算是我哋呢人出名嗰廠會用嘅一種植物啦，係啦，湘南伊。各種安尼烏嘅小米啦，各種烏嘅小米所以伊這種嘅香蘭伊嘅植物對俺嘅身體咩幾多幫助，所以我就想到講，我就再嚟做一家種香蘭，一家來菊香蘭，菊香蘭之後伊因為伊嘅特色就含一個小米烏嘅小米。我就冇標烏嘅，所以伊個小米個小，伊係個特別，伊會吸引，啉酒嘅人講，那啲酒個特別有個特色，所以我安尼結之後我就想通，標安尼嘅海洋深層水安尼啦。因為還有一關上面有可能用石頭用嘅咯，用石頭腳啊嚇。唔係，這磐石意思講俺這種嘅磐石就伊個面積幾多，伊個面積幾多，伊個面積有6、7種嘅面積，伊這種行嘅青酒，青酒我就用7、8種嘅東西，像馬告還有杜松子，還有刺蔥、香蘭，大豆，還有大茴香，大概標下伊全部焗，全部去蒸餾2次，伊個小米酒嘅就啉落去，要啉高酒嘅人要啉清酒嘅人伊安尼啉落去，啉下去之後就感覺講，那種嘅韻來源你後俺後人家家伊這種嘅小米就一層一層出來，一層出來小米冇香。因為你這個加了安多冇香嘅東西下去嘛，嗰時也要在濕的時節，等於都講下那個蒸餾出來的時節，也要嗰度小米嘅米頭慢慢的睇個聽到酒精的揮發的時節，伊嗰個米頭攞一滴慢慢的走出來，因為。對廣東人來講嘅話，其實講到琴酒，他個人來講係些基酒，個基礎嘅酒嚇，而調酒嗰時加琴酒。但是其實
无像民福国安来讲，我把用安度的米汤来做琴酒，因为一般人琴酒等于讲啊，加配的东西都有啲基酒嘛。但是其实琴酒本身都可以係单独安的意思咧，可是等于就唔即刻把安度的元素，比方提嘅一啲琴酒地位，比方琴酒变成一啲可以单独可以去欣赏嘅一啲酒。係啦，因為琴酒我就看資料啦，每一個的資料啦，因為每一個國家伊用的原料無相同啦吼，安尼啦啊，但伊個有相同的行嘅杜松子，琴酒一定要有杜松子，冇杜松子唔係琴酒安尼啦吼。但是其他都變，比如這個用載體嘅一個特色嚟做變化。係，其他撇啲酒廠吼冇嘅東西啦，安尼啦。最尾看係乜嘅？上面有張綠嘅喏。係，迄綠嘅吼，研究行嘅薄荷酒啦吼，啊薄荷酒行嘅瑞士嘅薄荷酒啦吼，即因為薄荷過度米絲，伊過度米絲研究先那種嘅瑞士薄荷吼去種，因為伊嘅小米吼就像安尼清健口香糖，這種嘅小米吼啊，所以研做酒家會去選吼。那種嘅酒吼，那隻植物吼，那啲小米個特別，所以那薄荷酒吼，咩相同薄荷家己種啦，吼自家種啦，啊種嘅家伙吼，就是自家去結酒，吼啊所以伊嘅米絲吼，個種跟另外一個廠嘅薄荷嘅小米無相同啦，安尼啦。嗰時等於講，唔即係會去前面嚟講，而係米湯最俗嘅，嚇，譬如講我哋薄荷花，我哋用瑞士嘅薄荷嚟做，嗰時而焗出來嘅米湯都同可能其他嘅用無香港廠牌嗰種薄荷焗出來嘅酒咧無香港。咁其實你像見面嗰種手機安度嘅酒嘛，有鳳酒嚇，有種我哋蒸餾酒，還有我哋頭先講嘅我哋用海洋嘅深層水焗出來嘅酒。咁看落來嘅話，其實對唔哋嚟講，反正你見面呢啲動態用嘅一啲酒廠，應該我哋個營運呢方面應該變行一個問題嚟吧？係啊，因為那啲吼，每個時段吼，每個時段像藝劇酒，對開始個粗糙嘅技術吼，開始慢慢去研發吼，去學習吼，進來。咁包裝相同，吼啊進來之後就更精緻嘅包裝啦。那咩咁樣捱買嘅啦，吼，因為捱買嘅伊一家吼本身就本來做這種嘅超商啦，啊最後冇做嘅，啊冇做伊就歸來天數捱，吼天數嚟講，伊就講係那啲東西哦，唔講，那東西愛賣出去，愛吸引人吼，你就愛包裝個精緻吼，本人一看，那啲就會有價值吼，伊就講係天數跟那啲包裝吼，全部設計吼，啊，全部來設計進步安尼。啊，另外伊有冇講？因為那酒吼唔單啉吼。但啉咁調酒出來，啉就無相同，因為咱後生嘅吼，因咧一啉嘅酒吼，就一啉氣味無相同嘅，吼啊就伊就去學調酒，啊學出來之後吼，伊拉開始就每年就做一個實體店吼，看每年廣告有啲 FB 嘅廣告啦吼 ，FB 有講每年是。廣告啊，冇朋友介紹去來啉安尼酒嘅，啊，所以是經過我每日去調酒國家嘅吼，全部會賣過多安尼啦。好，其實係咪係一種我哋講，我年輕人啊，我想到新嘅方法，因為我哋以前做一推人路啱啊。好，如果話他個人來聽聲，他個人來聽手機，但是其他年輕人冇咁樣，如果用嘅字眼幾多，如果用嘅我哋講乾土嘛幾多，吼，嗰時等於講，如果用無漂亮嘅方法來把人家品牌打出去，咁講前面我哋看到伊哋我哋講算是獎狀嘅，
像奖牌，也是乜嘅奖牌啊？咱咧吼，俺哋推动县政府吼，因为俺县长吼，佢对俺哋推动咧咱咧生产嘅工厂吼，佢照顾啦吼，啊，所以俺推动嘅产品吼，伊就全部全部有访问过嘅，啊，顯然講，看咱種嘅產品吼，有符合吼，俺推動嘅原線吼，罕一擺，俺一出去比賽，一出去吼去展示價位，就咱到產品吼，全部咱種產品有原線嘅產品，俺全部甲擺過去，跟俺哋推動嘅產品吼，好嘅產品全部推出去，對俺哋。那種嘅製造商吼有幫忙啦，安尼啦，啊所以大家行嘅，推動縣政府這邊，俺東太陽嘅酒吼，呢啲太糖家就有牌。今日的故事看到更加都發現到講，唔單止講一生人唔管是做到乜嘅事情，但是最尾你會尋到一啲你這個最有興趣，同時也對一塊土地。最有一個效果嘅一個事情，像今日嘅棉花哥故事都同人講，唔可以用人嘅酒，讓他個人記得台灣自家最本事嘅味道。今日感謝我哋棉花哥來現場同我分享安農焗酒嘅故事。哦，今日哦，感謝主持人啦吼，感謝俺哋咧觀眾吼，歡迎吼，大家來俺推動吼，東太陽酒廠吼，本來請啉酒哈。休息一下喎，等下聽下先來一通一通哦。各位鄉親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係王正祥，定係偏係潘先生，也偏係蔡先生。今日教大家人嘅運動呢係刺激導演，請鄉親可以來同我哋共下來做。今家教大家人嘅運動功法呢係新創功法，今家呢係我哋兩隻腳共樣打開來，嘢底部呢係一個雙龍腳柱，我哋呢手呢。拿放起來，右手嘅手球呢，彎一下，等左手嘅手把掌對我哋呢手球嘅地方，腳呢，等呢右手拿出來，等呢右腳都係向前半步拿出去，拿出去時我腳趾點蹲吼，點蹲，等從量呢，眼神呢從量地左腳，轉呢時間對手把掌啊開始。轉向地背轉，我哋呢右腳都向地背轉開來，眼珠呢天天呢看着我哋呢當樹枝嘅地方，再變上來。過來呢，我哋轉嘅時間，我哋對手把掌轉嘅時間，轉到樹球嘅時間，我哋安尼去吸氣，我哋氣頭吸放起來，我哋透氣嘅時間，同我哋氣頭吐出來嘅時間，我哋都恢復。原來動作，安尼轉，手把掌開始轉嚟過去，係吸氣，變上來，係透氣，我哋左右做呢，那算一次，然後我哋右腳做回，我哋彎左腳，我哋呢彎左腳拿半步出去，我腳趾蹲天來，我哋呢手球呢共樣，左手彎18彎。我哋一轉嘅時間呢，我哋呢右手對準我哋呢樹節行嘅時間，我哋一轉嘅時間對手把掌開始轉嘅時間，我哋呢腳天天嚟停頓嚟轉呢到肩頭行，我哋安尼去透氣，變下來嘅時間，氣頭去透出來，轉嘅時間去透氣。變下來嘅時節，喺我哋喺氣頭透出來，轉對手把掌開始轉，也係吸氣。變下來嘅時節，喺氣頭透出來，也係左右做一次，那算一刀。更加呢，我同大家人分解動作嘅時間呢，我記得我哋呢腳先點出半步都好。
点出迄时节，我哋一坐喺度呢，我哋坐伫左脚，右脚呢都18年，因讲丁字不一样嘅吼，我哋安尼做，我哋做时节记得，我更加对脚开始来做，我哋咧脚嘅时节，一只脚一转，我哋一做时节，我哋数巴掌同嘅时节，我哋咧做，我哋咧腳都一轉入來，腳轉入來過後，吼轉入來嘅時節係頭戲，變出來嘅時節，佢多出來係戲頭出來，吸嘅時節，安尼係吸氣，我哋咧腳向地背轉嘅時節係吸氣，向落背嘅時節係戲頭拿出來，我哋更加係坐嘅衝，眼神咧衝兩地左腳，更加咧我穩係衝兩地右腳，我衝兩地。從兩眼神咧，從兩地右腳嘅時節，記得我左腳往半鋪喺我左腳嘅腳趾呢，也係撞出去。轉嘅時節，我左腳轉嘅時節，向地背轉嘅時節，係吸氣，我氣頭係吸入來。轉嘅時節，我切頭痛啊，變開來時節，我氣頭透出來。我轉嘅時節，也係分解通走。分解通走呢一本他跟人講啊，我腳臀樹用嚟啲做，我坐到先做腳嘅，更加呢我加樹嘅拿起來，啊停頓咗，啊我轉嘅時節，我腳先冇痛，我樹轉嘅時節，記得我哋呢右樹嘅時節，啲右片嘅時節，我哋喺眼神嘅重量喺啲左片，啲左片嘅時節，我樹巴掌轉，我腳冇痛。也係樹嘅動作，我變下來嘅時節，氣頭透出來嘅時節，我都眼神變上來。我轉嘅時節，我等對樹運後，還是慢慢嚟轉。轉嚟到哪？轉嚟到樹節個轉啊到肩頭行。所以我哋按嚟轉嘅時節呢，我哋咧樹巴掌會向落背轉。變下來嘅時節都恢復原來嘅地方，所以我哋轉嘅時節樹巴掌嚟轉過來，轉嚟樹巴掌轉過來，再轉樹節轉嚟再轉嚟到肩頭行，所以也係我哋嘅樹再變下來。右片，我哋揾左片嘅時節同樣哦，揾左片我哋從兩地左右腳，我哋咧左樹嘅樹橋18彎。我右樹嘅樹巴掌啊，對準我哋咧樹節行，對準做嘅時節，我想講，我哋按嚟做樹嘅時節，有兩隻樹，你們講係雙龍，係龍去搞鋤頭。你們到我哋龍樣去搞鋤頭，我哋一般啲廟行都可以嚟到，伊嘅龍轉鋤頭嘅時節，我哋咧兩隻樹咧對等於兩隻龍對樹巴掌開始轉嚟到。我哋咧樹節，我哋咧到樹節嘅時節，為無喇叭伊嘅轉鋪，再轉嚟到肩頭旁邊咧我按咧，所以種嘅時節，我哋咧研究看樹枝，樹枝出去，樹枝延長出去時候，我哋咧樹巴掌向落背變下來，再轉嘅時節，同樣我哋轉嘅時候對樹巴掌開始轉嚟到樹節，過來到肩頭。轉嚟到肩頭行嘅時節，譬如講啊，我哋咧樹巴掌會向落背，兩隻樹嘅樹巴掌會向落背，也係我哋等於講我哋咧龍一樣嚟靠近我哋咧鋤頭，也都算兩隻樹係龍。好，轉嘅時節係安尼轉，啊我哋喺樹臀腳向下時節一樣嚟樹臀腳向下嚟，記得腳先拿出嚟。半鋪掂下去，人生教導我一隻腳企穩咧，我係樹拿放起來，樹拿放起來嘅時節，轉嘅時節，轉嘅時節，我記得啊，你轉嘅時節一隻腳開始轉，你對哪開始？對我哋咧樹巴掌轉嘅時節，我哋咧腳趾開始停頓咧，天天嚟轉，轉咧樹節嘅時節到哪到切頭，在切頭方咪無拉伊嘅幅度，我哋再轉個層面一些，都轉嚟到肩頭行，轉嚟到肩頭行嘅時節，我哋咧腳咧已經都徛落下，所以我哋咧徛落下，以為過7-8行，也係個正常嘅吼。哎呀，樹節咧已經轉嚟到樹巴掌，
向路背，安尼我哋咧眼神咧浮凸都加高态，所以我哋咧深层嘅肌肉嘅表松咧，那會多一隻伊，所以我哋變下來同樣恢復正常。在轉嘅時間記得，我哋咧手巴掌同我哋兩個動作向下時間咧，手同腳都變講我哋咧手轉嘅時間，腳停頓嚟轉，腳趾停頓嚟一天天嚟轉，天天嚟轉嚟到咧，轉嚟到手節都我哋咧對我哋咧切頭。手節對切頭過後，我哋咧切頭都是包彎彎嘅。再過來轉嚟到肩頭行嘅時節，我對我哋咧卡啦下，所以轉嘅時節伊會變嚟講安尼。我哋咧眼珠可能我哋咧數字哈，我哋咧數字延長，所以變鬆來。轉嘅時節數節，是把彎彎曲曲，再變鬆來。做嘅基變過後，睇加到腳眼咧，我哋再彎片強調手棍咧打曲，我哋咧彎關節轉嘅時間，我哋咧腳趾停頓嚟轉，腳趾轉嚟到嘅，轉嚟到我哋咧手橋嘅時間，我哋咧切頭向地板，我哋切頭慢慢拉長熱，到咧到我哋咧肩頭行，到我哋咧肩頭行嘅時間。我哋咧如何腳都轉咧到我哋咧卡啦下嘅時節，到嘅時節也個成以為我哋咧手巴掌會向路背，我哋向路背時表示講我眼神都有照到過後，我哋都天天嚟好嘅，都天天嚟變下來，再轉一次到手節行，到肩頭行，到我哋咧腳，到我哋咧卡啦下變下來。我哋變鬆嘅咧，人家我哋咧通常咧係繼續延續通常咧做本他嘅人群嘅時節。我注意講我嘅腳對右腳掉出嘅時節，然後半鋪出嘅時節，我哋咧手棍拿放起來。我哋轉嘅時節要記得咯，手腕臀腳趾要向下轉，手腕臀腳趾向下轉。我哋轉嚟到呢，轉嚟到肩頭行，轉嚟到我哋咧卡啦下，我哋轉咧唔要加到我哋咧腳臀手都會個強壯。觀眾朋友時講，剛我一樣嚟吸氣臀，一樣氣頭上，我等轉嘅時節都吸氣，變下來變鬆嘅時節，臀氣頭出來，然後我等吸氣臀頭氣嘅動作。人家通常咧做得多樣，觀眾朋友有記得嗎？還有記得咧，好好同先生來運動，我哋咧眼神同精神會幾好，我哋好好運動，下一次啦來了。